九龍灣，一個充滿活力嘅地方。每日我哋喺呢度為生活拼搏，追趕住時間嘅腳步。喺呢個急速運轉嘅社區，行得走得唔單止係日常，更加係一種必須。但如果有一日，每行一步都變成一種折磨，會係點嘅呢？今日我哋就帶大家嚟到九龍灣，尋找一個可以為生活重新注入希望嘅地方。大家跟住我一齊行啦！歡迎光臨樂康軒九龍灣分店，隨便睇下。咦，你哋呢度唔止有好齊全嘅復康用品，仲有咁多保健品嘅？係啊，講起保健品，每次見到呢盒拜安舒，我都會諗起一位客人，佢嘅轉變令到我而家都覺得好深刻，亦都係因為佢令我對自己嘅工作有咗全新嘅睇法。我仲記得佢第一次行入嚟鋪頭嗰陣時，皺晒眉頭，條腰挺唔直。佢話佢嘅坐骨神經好痛，好似俾火燒同針吉咁，睇醫生同食止痛藥都冇用。覺得行路簡直係一種折磨，我即刻諗起我哋隻王牌產品拜安舒。我同佢講，呢種由神經受壓引起嘅痛，齋食普通止痛藥係唔夠噶。見佢個樣有啲疑惑，我即刻拎咗盒產品，指住上面嘅成分同佢解釋，呢隻拜安舒同一般產品唔同，裏面有2樣針對神經痛嘅王牌成分。維他命 B 集就好似幫你嘅神經線做基本保養，維持正常嘅運作，而最關鍵嘅核苷酸就可以直接修復受損嘅神經結構，由根源解決問題，咁先至可以真正斷尾。佢聽得好專心，慢慢眼神開始有翻啲希望，最後佢決定買一盒翻去試下。大概1個月之後，一個熟悉又陌生嘅身影出現。熟悉嘅係佢嘅樣貌，陌生嘅係佢嘅狀態。佢行路腰板挺直，步履輕快，仲笑得好燦爛。佢話要多謝我，隻拜安舒堅係得，食咗2個星期左右，真係感覺到嗰種針吉火燒嘅感覺慢慢減退。而家行路上落樓梯已經唔再痛，連個人都開朗翻晒。呢件事令我深深體會到，拜安舒唔單止係一件產品，佢更加係好多人生活嘅轉捩點，幫佢哋重拾健康同笑容。而我嘅工作就係將呢份希望帶俾每一個有需要嘅人。一個小小嘅建議，可以為生活帶嚟巨大嘅改變。呢份專業同關懷，就係樂康軒一直秉持嘅信念。